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9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高雄一间高职一个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和同学规身人某起来摔，学校讲已经有开始甲这个学生辅导。香港警察局会同海关伫咧桃园机场检查到寄入国内的纸箱啊，罐头内底第1级的毒品cocaine。南美国桃园队今日宣布，桃园队古都的权利要100%转手卖予日本乐天集团。今年第56届金马奖本地是邀请香港出名的杜琪峰导演，要来担当评审团的主席。不过，表明讲，因为都和手头咧拍的电影投资的人有契约，即马要来担评审团这担是有较不便，就要请示这个职务了。今年金马奖筹备的过程有影是困难重重，大省是中国甲香港的电影宣布讲无要来参加比赛，搁来说话杜琪峰导演讲要请示评审团的职务。金马奖执行委员会甲会内主席李安导演拢是讲会当理解杜导演的处境，嘛祝福伊拍片一切顺遂。评审团的主席这块，目前是换邀请这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得主王童导演要来担当。咱过来看香港警察局会同海关伫咧桃园机场检查，发觉讲有人用一卡纸箱啊，底意大利面的面线条，甲咧叫的酱料的罐头报入关，铃木写号做个人的物品，毋过电工笑落去都有各样。拆开一个看，发觉讲罐头内底真正底白粉，一个验落去断定是1级的毒品cocaine。这嘛是国内头一站用快送寄货，要夹1级的毒品入来国内的案件。桌仔顶摆满证物，除了1级毒品古柯碱、藏毒品的罐头、甲外包装的箱仔之外，阁有7支手机啊、1台笔记型电脑和赃款代票225万。航警局甲台北县车到伫咧桃园机场远向快递货物中心执行移检的时阵，成功查到真可疑的快递货物内底有藏古柯碱。它的外包装是一个意大利面的包装内容物，可是，在影像判读上发现它是可能有块状或是颜色判读有异常，随时就可以拦下来。伫桌仔顶这个细细包啊，第1级的毒品古柯碱，重量441公克，算是毒品界的劳斯莱斯。1公克市价都要5000至8000块，差不多比海洛因贵1倍。但马亚地区无人咧种，美国、中南美洲食的人较侪，伫咧台湾会当讲是真罕见。专案小组巡线在9月10号跟11号2天在新北市板桥区跟林口区依序逮捕丁姓犯嫌等5人。专案小组积极清查过路相关的资料了后，顺续抓到姓丁的顶5名嫌犯到案。专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请通地检署侦办，卖继续扩大追查幕后集团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昨咱有报道讲，菲律宾马尼拉地方法院判决6当前港大兴28号渔船的船员洪兆成，去予菲律宾国内海防人员枪杀这条案。不过3当外前，屏东地方法院嘛有判决讲，这8个押枪的人应该都要赔偿被害者的家属319万，佮要求外交单位都要转达。但这条线到今依然是还佫无下落。2013年8月7日，屏东地检署和菲律宾政府同一天宣布港大刑案的调查结果，起诉8名海防队员。迄当阵菲律宾嘛讲已经和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不过了后，屏东地检署阁对8名被告提出民事损害赔偿。屏东法院嘛伫2015年判决，但是拢无摕到赔偿金。就只能通知他们来履行，然后除非他们在国内法治权里面有一些财产，我们才可以执行的。那国外的财产的话，目前还是要请求这个司法互助才能够有求偿。屏东法院迄当阵判赔319万，是屏东地检署已经先付予洪家的犯罪被害遗属赔偿金，再搁甲被告求偿。屏东地检署若讨无，会当申请强制执行，但是法权敢若和国内，各需要外交部协助。我们会持续跟这个非国的这个检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掌握本案的后续的这个案情发展呢，跟相关的进程。那至于其他的一部细节呢，牵扯到后续的司法呢，我们就基本上不予评论。
另外，屏东地检署就杀人罪的刑事起诉，因为法院无法度传唤8名被告来台湾出庭。第2014年2月27日发布通缉，追诉期限是37天半，但是最后恐惊敢来当以通缉来结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一间私立的高职内底，一个身体都有留啊较欠欠，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囡仔，所伫咧便所去互同学算暗棍，搁伫教室内底规身人红摸起来摔。倒后有几落个同学手机举出来联络，结果煞无人出来甲喂。学校这边面讲，已经有照步行，会照校规处分这个起骹动手的囡仔，嘛会开始辅导这个互人欺负的学生。弯腰行礼，高雄这间私立高职学校的副校长对学校内面有学生互人霸凌，甲外界回失礼。后来一名高二的特教生18早起，敢若因为伫咧课堂顶悬不断发言，影响上课。佮含同学因为代替买物件去冤家，同学伫咧教室甲便所家己地暗棍讲摸起来摔，也骗互真侪人团去面测，但是都无看到有其他的人出来阻挡。他一个东西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跟一般同学的话，他可能会无法拿捏这个状况。那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嘛，跟他相处要有一些更大的宽容跟包容。但是小孩子年轻啊，有时候那一种忍受的程度，还有对情绪的控制，坦白讲，有时候没办法像我们大人这么样的平稳啊。校方讲，这个同学平常时伫咧班上和同学互动都较含慢，学校主本就长期咧关心，也提供医疗介入等等特殊的需求，佫会提醒班导师爱加注意囡仔，想要到嘛是出现霸凌的情形，目前已经开始调查，嘛对18事件发生了后，就启动相关的辅导机制。因为我们颈椎在这种过度大力或者是不正常的外力撞击之下，是有可能会导致颈椎的挫伤或者神经的一些拉扯的一些伤害。面对这件霸凌事件，学校强调讲会赶紧查明真相，不过医师提醒，参与这种颠倒头摔的动作真危险，伤及身体无自然的行为，不管是啥物情形，拢爱避免。若无严重，才有可能造成司机袂顶袂动，甚至讲无法度喘气。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备啊，咱来看讲，行高速公路这款长途的巴士，将近10吨唔捌起着价。这回已经证实有要起淡薄啊，不过主管机关交通部是决定起来的差额，政府会补甲够。就是讲，咱若坐车咧拍车单，是免加开钱。虽然业者都无减收，不过因嘛要建议政府，咱国公共运输的交通票价按起来比较别国有较低。若价位又较长咧，就要小起挂会较合理。本年一通客运宣布，因为各项成本起悬，要取消敬老票。其实因为基本工资和油价拢起，才会成本增加。公路客运业者近日就提出营运18项成本检讨案，申请调起核定运价。交通部伫咧8月底核定调起案，运价起伏17.17%。依照往例，业者会依照运价来调整票价，但是交通部头一届采用补贴运价的方式，让票价继续卖起。那这部分是这样算大概我们如果这样调整过之后，大概1年需要再多出3.48亿的经费的一个预算。那未来直到什么时候？我想我们还会再检讨。公路总局表示，依法运价每2档会当检讨一届，对民国99年了后拢无调起过。再来考虑到业者经营困难，决定调起，嘛就要兼顾客运使用族群相对较弱势，才决定补贴。客运业者是回应，真欢喜看到政府出手来减轻业者甲民众的压力，但是长期来讲，嘛是应该要检讨票价。比起先进的国家，我们算是偏低的。廉价的公共运输时代已经过去了。那随着社会的进化，希望大家社会大众都能够认知到，要享受安全、便利、舒适的公共运输服务，适度的付出代价。业者认为，彻底检讨票价结果，和公路客运票价合理，才会当提升从业人员的待遇。在咧合理的薪水之下，吸引更加侪人才入来客运业，解决欠员甲过路的问题，才会当提升大客车的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陈明文今年2月就伫咧立法院争取，望要甲老农民的津贴小添淡薄啊。这回伊又搁甲民进党党内一寡农业官选出来立法委员做伙提出讲，老农津贴上好是会当起甲超过8000，对农民才是有照顾。
伫咧顶一个会期，民进党立委陈明文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建议，每4年调整一届劳动津贴，应该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跟外经济成长率 GDP， 今日会当对7556块提悬到7969块。不过新的会期，民进党农业关的立委共同提出，要修正劳动福利津贴暂行条例，甲劳动津贴一届提悬到8175块，而且交予中央政府来支付这条钱。增加的数字大概是40亿左右，额外的一个支持津贴，希望都是由中央来负担，不要中央这个请客地方买单。这个版本要甲劳动津贴的基本7000块提悬，改用劳保的计算方式，用一个月薪水22000块，升给付率1.55%，佮升平均年资23年，会当到7800块，这个升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津贴会当超过8000块。民进党立委强调讲，这是要替农民来增加福利，绝对不是因讲的什么买票的行为。基本上跟什么选举完全没有关系。拿到选前，什么事情都不用做，选前要做的事情，就是因为跟选举有关，这是不对的一个概念。国民党团批评讲，这就是买票。农委会是表示会尊重立法院。假设这个政策这么好，为什么过去将近4年，民进党不做？离选举不到120天，又拿老农津贴这个议题要骗农民，要骗选票。如果立法院到最后真的确定3读通过，我们当然必须要依照委员的结论来做一个调整。民进党党团除了提出修法，嘛希望国民年金会当立即去农民，若是佮加上劳动津贴，一个月有可能会当领超过1万块，提悬劳动退休了的生活保障。民进党立委无讲到即届政策，敢是希望去年9合1大选，伫农业官表现无好的选情会当提悬，敢若强调讲政府本来就应该照顾辛苦，而且佮保障上少的劳农。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针对国内大小型金融机关咧贷款，互人买厝的时，有规定讲，便若台北市介绍超过7000万，佮有新北市内超过6000万，甲北县市4000万以上的厝体，就是讲较好过的人才买得到的关介绍的主体。有约束讲，恁遮银行袂用得放宽限期，就是讲纳利息无纳母钱的期间，通互人。讲起来，这就是要稳定厝价。结果，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高雄分行煞去放宽限期，互人，即马就互中央银行罚金100万了。因为违反中央银行被高价主体贷款规定，未当有宽限期规定，但去高雄银行罚100万，这嘛是银行2010年实施选择性信用管制了后，头一摆银行因违规向处罚案例。他们如果那个初次违反的话，我们都先采取先劝导，因为他这次等于是又违反了我们选择性信用管制的相关规定。登记上面是写住商啦，那他们认为说，这个住商可能就不是单纯的住所以就疏忽了。戴启文表示，向罚的是去年做高雄一个交易总价7000多万店面，因为对方敢要借2000万，才鉴定3000多万，而对方要求一定要有宽限，就可以2年宽限期。按照根据银行对奢华主体贷款规定，新北市以外国内地区主体只要降价或是买卖介绍其中一项比4000万元，都是奢华主体，拢袂当互宽限期。豪宅带动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忧虑一直存在的，所以央行到目前为止还是所有的管制都解除，只有豪宅这个没有解除。我想这个方向是对的啦。那所以今天有银行违规，我想这个执行政策，我想这是理所当然。我们想整个房地产市场房价还是看回不回嘛？那豪宅市场所造成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啦。戴启文强调，因为这个案件是去年所申办的，最近就去检检发现，也未对相关人员做出处罚。暗格内部因强化授信审查作业，会用系统加强管控，强化人员教育训练，并落实相关贷款业务的核心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南美国桃园队今日早起11点会同日本乐天集团派来代表举办记者会，正式宣布讲桃园队高度的权利要100%转手卖予乐天集团。桃园公司的总经理刘介定嘛讲，让乐天集团有因公会伫咧桃园遮继续久长经营落去。不过这队的名定就是着爱搁过换过。别日啊，桃园队就是现主时的球团内底唯一一间日本企业来经营的球队。
我们母集团蓝绿企业已经在日前与乐天公司达成协议，那将把我们的球队公司的股权100%来转卖给乐天公司。那美国的总经理刘介廷亲嘴证实，球队会卖出100%的股权给日商乐天集团。在中职16年摕到6届总冠军，真受欢迎的南美国，明年就改换日商乐天来经营。南美国が台湾プロ野球でこれまで培ってきたものを尊重しつつ、我々が日本のプロ野球チームであります東北楽天イーグルスで得た経験を生かして台湾プロ野球のさらなる発展に貢献し、ファンの皆様に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邁進し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乐天集团答应接手了后，继续留伫桃园，原本的队员嘛无受到影响，佮加上已经伫台湾11档，电商行销嘛真厉害，最近佮摕到网络银行的执照。中职会长吴志勇讲，那美国准备和乐天集团，无论是伫台湾的职棒，还是世界棒球，拢是真重要的日子。有的是卖球队，有的是卖球员，有的是卖股权，有的是卖打球的权利。这个都不一样，没有一次一样，所以很难去规范。所以我们目前为止是用一个要经过其他全体同意。因为中职爱新增加球队才会当有外资的规定，若是专卖经过其他球队同意就会使。吴志勇会带乐天进行拜访甲说明，若是乐天表示，佮你讨论新的队名，毋过确定袂是南美国。台湾队伫今年总冠军赛了后举办告别赛，要好好来甲球迷相识。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郭台铭宣布讲无要参选明年的总统，那像是甲台北市柯文哲市长目前摆出来的阵武一个煞火气。总是柯文哲讲，等就要等郭台铭休2天啊，才过来讲刷落刚好要继续合作。是讲安尼，生明年台湾民众党立委的选举结局，就无总统候选人来做家务，带这家仔囝咯。啊，当有消息讲，时代力量无定就要推动柯文哲配吴国昌。柯文哲是讲，安尼逐工都有即款，互人惊一条的消息咧。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未参选2020，拍乱台北市长柯文哲布局，即摆传出时代力量拍算定调，立委吴国昌参选2020。吴国昌佮讲，台湾时间到应该定开机的时阵。甲柯文哲送予郭台铭选总统的口号差不多，外界解读柯昌配是有可能的，是不是会见面讲合作？柯文哲不要甲话讲死。柯昌配，哇，每天都有这种惊悚的消息，那怎么用我的口号？台湾重开机啊，有默契啊。谈再讲吧。郭台铭外选了后，民众党立委布局，进入无家母带家囝的困境。佮传出有参选人张图是毋是要继续选？啊，那未来郭柯合作可能有变化。郭台铭敢会呼选民众党，拢有柯文哲真烦恼。刚讲等郭台铭休困了后，才个讲。我当时是跟他讲说，你先休息一下，这个做这么大的决策先休息2天再来，再等他休息好了，心情平静再处理。母鸡跑掉了，现在找个模样。阿母伫倒，柯文哲无讲好清楚，颠倒性质疑。民进党初选因为家己外选，点名哪里总统初选应该停办。18这个民进党主席都因台呛讲，进党性毋是由柯文哲来决定。柯文哲19又搁口水断去。来，我们这要闽南话回答。讲赢钱走脚就好势，莫个赢钱搁要赢话。柯文哲民众党目标是明年国会立委席次，啊，毋过即马提名人选一直无公布。拜6礼拜敢要有科学立委人选出现，柯文哲也是保密，加讲党的事务，互党来发言。记者综合报道。到底是虾米人赢脚要搁赢话？时代力量这党宣布讲，因会开始列一篇总统参选人提名的办法，拍算是有要定调立委吴国昌落去参选总统。吴国昌今日是讲伊本人都无意向，不过时代力量党中央强调讲，定这条提名的办法是要表现政党爱家己有主张，毋是照这要甲别党谈条件。针对2020总统选举，时代力量内部一直拢有家己杀出人选的声音。结果新主席徐永明伫8月上任了后，18暗时力就发出新闻稿，强调要草拟总统候选人提名办法，并且要定调立委吴国昌作为优先考虑之一，再引起讨论。针对这点，吴国昌是表示对定调无意愿，嘛强调目前上要紧的是立委的工作，嘛请大家加关心花用、官抢、官工权益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没有意愿，这也不在我的待办事项当中。
不过枪部意愿，但是时力当中用强调讲，订定提名办法是政党主体性的展现，卖和黄国昌沟通。但是决策委员是批评，要定提名办法，定掉黄国昌这个代志，党部经过决策委员的讨论，就放出消息，感觉无互人尊重，嘛反倒讲会搁再爆发另外一波替党潮。来力量其实在分区跟不分区的提名都有相关的办法跟规章，但在总统候选人这部分的话，其实没有拟定。那其实这个作业上面拟定的话，也不一定是针对2020，也是对于未来的就是提名去做准备。应该透过党内的决策会，或者甚至是党代表大会，来通过充分的讨论，拟定战略之后，然后才开始进行，而不是说主席或者是秘书处他们自己说了算。所以我觉得还是呼吁党中央要尊重时代力量的决策机制。党中央强调，拟定提名办法是天数上需要补强的部分，才会当互决策委员会当讨论看是毋是要家己提出总统候选人。当时嘛，规划讲提出总统的人选，毋是为着要和其他政党讲条件换利益。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公共电视第7届党干事审查名单内底，敢若7个通过，甚至党阁有前任的立委出来批评讲，这个人，大家都是文化部郑丽君部长咧交陪的朋友。不过，郑部长今仔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嘛说清讲，文化部是照公共电视法推荐有专业背景的公正人士，内底有几两个，伊透视人嘛无相捌，哪有影讲专拢伊的朋友？打这款票啊，实在介唔好。顶礼拜，公司举办第7届党干事会审查会议，21位党干事候选人的名单经过2轮投票，最后只敢若7位党事通过。审查过程有真侪批评的声音，后前立委吴耀星质疑是史上上弱，批评讲是郑友友名单。19文化部长郑丽君上广播节目背会讲，推荐名单是依照公示法推荐团部、族群、艺文等等社会专业人士。贴上郑友友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好的做法。其实我必须诚实说，里面很多候选人是我生平第一次打电话给他，所以我不完全认识。公司党干事审查会议依照公示法，由立法院国党团推出的审查委员来审查，民进党9席，国民党4席，亲民党和时代力量拢1席，要有3/4以上委员审查同意才会当通过。郑丽君指出，其中有10位候选人得到11票，达到半数以上，却因为敢若差1票无法度通过。针对党干事回南散，郑丽君强调讲是官户定制度所造成的。有10位是1票之差。那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是因为制度使然。它原来的制度就是一个鸟笼审查委员会，3/4门槛啊，这里面制度的因素占很大的因素。可是他们国民党的人会说，以前我们做公事的时候，你们民进党人也在那里搞啊，也在那里背个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制度也或许未来要做一个检讨。郑丽君嘛呼吁，即卖制度其他由政党遴选社会公正人士，回归公共性，毋是用政党做考虑。依照规定，公司党事会至少要选出17位党事、3位干事，目前只敢若7位党事通过，后续阁需要由行政院定提名，阁再交由委员会定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所罗门斯才拄断交，但即马咱南太平洋的邦交国土瓦鲁这国。对台湾较好意的旧总理已经落台，新上任的总理对台湾的政策是还未表明，甲咱外交中间敢会有变化？外交部是讲，土瓦鲁新上任的总理和咱嘛真有联络，咱会继续加强两国中间的情分甲合作的往来。捌伫咧联合国大会顶边发言挺台湾的友邦图瓦鲁总理索本加，最近伫国会大选当中保钓释出，煞无将总理的宝座留掉咧转落台。新任的总理纳塔诺因为对台湾的政策阁无明确，外国媒体就透声点名，有可能会加做台湾邦交潜在的危机。我国会密切注意后续的发展哦。目前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是稳固的。那新的总统呢，与我们的驻馆呢是保持密切的互动。那但是我国政府会持续的深化与土瓦鲁各界的一个友好情谊跟合作关系。外交部指出，新任的总理和咱国保持真好的互动，两国的邦谊稳定，未来嘛继续深化两国的合作甲感情。而且前几天，包括土瓦鲁在内，有11个友邦甲联合国送件，表示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咱嘛对这件代志表达感谢。那是台湾和所罗门群岛断交了后，所国随和中国建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官员出席众议院听证会时阵，决定要评估2020年对所国的援助承诺。
Can you explain the rationale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Pacific Island funding? We've had a little bit of a preview of that and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but will any funding be directed to the Solomon Islands, which has just undermined U.S. strategic interest in the Indo-Pacific? We are reassessing our assistance to the Solomon Islands at this point. 若是国际开发总署要评估对所国的援助，美国副总统潘斯嘛表态拒绝和所国总理苏加瓦瑞伫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讨论发展东韩关系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咱报道讲，沙烏地阿拉伯这国的燃油厂起航用18架无人飞机甲7粒飞弹击一个，国际石油的价格所大波动。阿拉伯这国的军方昨提出证据说明讲。当这的无人飞机拢是按北平驶落南来攻击的，可见因伫咧怀疑北平伊朗这国绝对毋是干那幕后伫咧使数尔。沙烏地阿拉伯南平也门这国的反抗军自本就打出来承认讲，这是因出手的，即马嘛坚持讲代志确实是因做的，毋免赖别人。沙烏地軍方伫記者會面頂公開展示，佇燃油廠起航空襲的現場所找到的無人機甲飛彈殘骸，強調講這攏是伊朗軍方所使用的裝備，而且這掛無人機甲飛彈攏是佇北方飛向沙烏地的燃油廠。This attack did not originate from Yemen, despite Iran's best effort to make it appear so. Their collaboration with their proxy in the region to create this false narrative is clear. Secondly, the attack was launched from the north and was unquestionably sponsored by Iran. 除了伊朗无人机外，伊朗支持的也门反抗军青年运动嘛坚持是因动手的，而且枪声讲要加入去阿拉伯联军空袭也门的国家，拢是因攻击的目标。للنظام الإماراتي نقول عملية واحدة فقط ستكلفكم كثيرا. ستندم، نعم ستندم إذا ما قررت القيادة إصدار توجيهاتها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بتنفيذ أي عملية رد خلال الأيام أو الأسابيع القادمة. نعم ستكلفه كثيرا. اليوم نعلن ولأول مرة。对这件代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紧急出访中东，前后甲沙烏地甲阿联酋政府高层会商应变的措施。沙烏地太子萨尔曼强调讲，伊朗的行为就那就是要对沙国来宣战，间接暗示希望美国支持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美国川普政府那就看起来另外有考虑。I'm saying the ultimate option meaning go in war. No, I'm not talking about that ultimate option. 川普指出，除了开战，美国阁有真侪方式会当对付伊朗，目前正在研究外新更较严格经济制裁等等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非洲西边的拉比瑞亚这国首都附近有起一间起予伊斯兰教的教徒来遮读册兼教大的学校，伫咧9月17暗时火烧，内底有26名幼囡仔含2个教师拢去烧死。因为迄当阵一寡学生囡仔都困甲长路面，现场嘛无设逃生的出口，才会不幸过往。这内底上届少年上届少岁，今年才10岁尔。见到卖红烧甲密密茂茂，救援人员甲遗体赶离开现场。拉比瑞亚首都蒙罗维亚外郊的佩恩斯维尔，这间穆斯林教大学校当地17暗时11点左右发生火灾，真侪学生囡仔当地困，所以袂赴来走。造成上无20来个囡仔，啊，佮有2个老师去火烧死。We had a noise outside, so I was thinking about armed robber because the armed robber becoming at the same time. So before I could say that one day, one of my daughters said they are saying about fire, they're talking about fire. That is time my wife to open the back door, we saw a lot of smoke coming out. 这寡不幸过身的学生拢真少年，上细汉的敢若10岁。根据 CNN 的报道指出，火灾现场无紧急逃生出口，再加上他们拢有倒风道的铁窗，才会造成重大死伤。拉比瑞亚总统维亚伫推特表示哀悼，而且亲身去现场探访。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about that. We want to just let the family know that we are with them, our government sympathize with them. 维亚表示会启动调查，找出这场火灾发生的原因，死者会照穆斯林的传统赶紧安葬。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花莲，因为这阵透东北风，空气嘛有较大，有的溪坡顶风浪线甲鹰野世界杯迎碰碰。
若赛车视线歹，当然市内民众喘气嘛加真食力。这2日有伫咧花莲这边出入行搭的先生太太、青年朋友，出门一定要挂喙罨，这站介要紧。为花莲市北滨海边往南，会当发现花莲溪出海口，因为真强的东北季风，拢是风背山，经过桥顶的车拢看袂清楚。更加害的是，骑机车的人拢强要看无。平常会有看到这样风吹沙的状况吗？会，不会啦啊！第一次看到，眼睛都进沙子了，是不是？对，不舒服啊哈！对。风背山为溪边，一直吹到几落公里远，往返秀林入入溪出海口，情况嘛是真严重。附近的民众表示，只要东北季风来，河床的山地又搁大，风背山就会真严重。敢当将窗门关起来，嘛唔知影要安怎。最大阵风几乎快要到7级，然后相对湿度也比较低，所以整个河床大概是比较干燥。然后如果风比较大，风向对的时候啊，那比较细的粉尘那个尘就会被吹起来，所以基本上它会比 PM2.5 大很多。花莲气象站强调，风背山不是山顶部，不过对有呼吸道疾病的人来讲，也是有危险。提醒花莲民众甲游客上好挂喙罨。若讲发到降低风背山问题，因为这是打碎山地，面积搁大，目前也无法度种树花，或者是喷水解决。记者综合报道。身体有较不便的民众，就连要去互先生看一下，都真够工真费气。身心障碍联盟调查发现讲，超过半数医生馆楼梯杆仔边无适合轮椅起落的瓷砖，若坐轮椅去到遐患者，连大门嘛无再调入去，甚至讲有超过70%的病院诊所，便所边嘛无设手环。民间团体就建议政府讲，要用法律来约束这医生馆，就要备办无障碍设施较有影。诉求者是龙骨髓受伤的患者，平常时出入拢爱靠轮椅，尤其是破病的时阵，想要去处理附近的诊所看医生，说是真困难。那门口无障碍设施，就算讲入去啊，嘛欠缺优先的服务。问诊间没有一间是轮椅可以回转，所以我必须可能在门口，或者是门没办法关，就叙述我的病况，等于把我的病况就暴露在让大家知道。身心障碍联盟最近轰炸大台北地区50间诊所甲31间病院，有9个坐轮椅的使用者来担任轰炸员，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医疗院所无提供路行道，身心障碍者联盟拢无法度入去。就算讲入去啊，有2城市看诊的空间比室外的空间嘛真小，病患敢若会当伫外口去用问诊，根本就无温书。有7城市无提供便所予患者来使用，也是讲无到换手。1城6个挂号柜台伤悬，有要4城无提供会当升降的检查仪器。如果政府真的要推动分级医疗，不应该让诊所是让身心障碍者看得到进不去，进得去也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诊疗服务。根据统计，全国身心障碍者有117万人，65岁以上适龄的老大人有48万人，拢有无障碍设备的需求。民间团体建议卫福部应该修改医疗机构设立标准，唔那干那要求大病医符合标准，小间诊所嘛必须要提供无障碍设施，才会当落实分级医疗，和身心障碍者唔免加了时间甲开真济钱，就要去大病医才会当看病。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政府向银行贷款，要开发田中高铁特区。计将预算讲要开61亿，总是县政府按2015年开始，将特区内底的土地一笔一笔咧标出去，目前已经有卖出68笔，贷款嘛已经还50亿了。不过田中镇公所是望讲，官府脚步就要较赶紧的，因为彰化南平遮若建设阁无够，真侪人口就会一直阁再走出外。彰化田中高铁特区từ 2015年完成开发，就特登甲特区的土地标出去。9月中顺利甲3笔土地标出，其中2笔是主题用地，一笔是山专用地，是机械组装业的大商等台湾去彰化买地投资。我们这次标售3笔土地，那标售面积大概有0.8792公顷，那得标价款有2亿7千多万。那主要是有2笔住宅区跟1笔产专区。因为我们高铁区段征收是属于自偿性开发，所以我们原来的开发的贷款还没有偿还完，所以会优先偿还贷款。彰化县政府表示，田中高铁特区总共有155笔通红标，面积有66.4公顷，到今已经标出去68笔土地。虽讲面积仅14.6公顷，不过甲银行贷款的61亿开发基金已经还没50亿，而且高铁特区离田中市区真近，田中镇公所嘛希望县政府赶紧开发，让南彰化人口莫阁对北围去。
其实我们这个特区就是靠近我们市区的。是靠近我们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它有规划，有住宅区嘛、产专区嘛，还有一些商业区等等，是一个都会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区块，所以总合性的对地方的发展呢，这个是个好事情。田中镇长表示，高铁特区交通利便，即马阁有大病院甲中央气象站来开发，也积极甲高铁争取加开车抓来田中高铁站，对每点钟一班变半点钟一班，方便乘客上北路南，嘛增加民众投资高铁特区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昨尾暗啊，台中花花博览园区后里的森林园区遮，雄雄发生壁倒的茶帮落落来。险啊去讲到借路经过骑奥多麦的人，咱在遮的民众嘛讲，自花卉博览会结束了后，遮的展览馆一直无人管顾，市政府就要赶紧出面处理才对。工地人员伫现场，竟然将送去的木板挑落来，另外一头搁伫进行加固的工程。这是台中花博后里森林园区的发现馆，18号因为强风伫吹，道面前的木板落去，还佫险啊牵着路过的起司。我伫内底听到变叫声，我是讲声，嘛啥物落来是人咧贴货。我是讲人咧贴货，我出来看个毋是个是物件落落来。虽然工作人员搁伫现场来回检视外墙，还搁伫外口维持安全范围，不过外墙还是有真侪木板，看起来要落。附近居民表示，因为强风伫吹一下，互因进出拢真烦恼，就惊讲搁发生意外。万一你若讲配着头壳，还是啥物，你危险。迄人车若抵押过，还是人客来抵押过啊吼，互人伤着要安怎？后里森林园区的发现馆，伫台中花博的时阵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场馆，而伫花博结束了后，就一直空掉的。如今险啊发生伤人的意外，台中市府表示，后里森林园区的发现馆甲探索馆，当初就是以临时性的场馆来做规划，现在已经发包要来紧的拆除。我们月底会发包哈，那10月底之前会完整拆除。那发生因为昨天风比较大，那有吹到这地形发生以后呢，已经在全面做检视哦。那如果有这个受托疑虑的，我们就全部把它拆除下来。台中市新港处长表示，预算伫10月底拆除完毕，下面可是因为风势造成伤人的意外，嘛要求厂商先来进行外墙的加固。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回想起来，9日大地震已经经过20天了。咱南投国姓乡顶日特别举办感恩的活动，感谢社会各界一路行来一直协助，互伫咧地震中间倒去11间学校，拢总重建完成了。今年是921大地震20周年。1999年，南投国姓乡11间学校因为地震全倒，好在有社会各界的斗3天，全部重建完成。之前国姓乡办感恩活动，特别来感谢社会各界的帮赞。由于你们呢伸出援手，让我们在国姓乡这个客家的一个乡镇，真正彻底的发挥了应景的精神。那重建完之后，我也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我们国姓的教育工作者。所以这个爱心的团体是那一年一个很动人的篇章。不要忘记那一年的地震，不要忘记那一年的人，那一年大家付出的爱心。921大地震甲咱经过20年，当年学生啊拢已经毕业，校长嘛已经退休。当年学校的主任，即卖是国姓国校的校长，受起一步一步重建的过程，一心肝内充满感谢。感恩社会大众对我们学校的帮忙，感恩芸芸众生，再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此重新站起来的国姓国小这个学习的土地上，能够更进一步，能够将以后我们的所学奉献给社会大众。地震了后，重建的工课拢已经告一段落。国姓乡的民众除了感谢各界的爱心，也期待安尼的爱心会当继续伫国姓乡扩大，行过悲伤，做伙开未来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沙鹿静宜大学内底，这一间咖啡厅。学校拢安排经济上有较安导、才弱势的学生去遐欢笑、去遐经营甲管理，就是望讲因法度读册，嘛有法度伫学校学到一技之长，阁有经营的能力。
为点菜到制作出一杯小的辣体放到人客面头前，全部拢由学生囡仔来做。这间开伫咧静宜大学内面，号做主顾咖啡厅，负责经营甲管理的学生，全部拢是经济比较较弱势的人。学校特别出场地，让学生囡仔会使踮遮练习煮咖啡，学做店长，也加减趁寡生活费。我们可以把这里真的当做成自己的店，因为学校提供这个场地给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很严厉的上属或下属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尽情的研发我们想做的事情。为了让弱势学生会使安心上课，静宜大学积极伫咧设弱势学生的协助机制，唔但提供奖学金，也鼓励学生学一个专长，唔免遐尔接做工读生。其中有一个为马来西亚来读研究所的学生，就希望伫咧遮学到煮咖啡的技巧，转去伊个国家开一间家己的咖啡厅。确定我会回去马来西亚开咖啡厅，然后从中里面我也会。有时候学校会开一些咖啡课的课程，关于如何进行营运或者去学习，我都会去积极的去寻找那个课程里面我所想要的内容去学习。这些孩子透过了这样子的营运，他们有些创想，甚至有些人愿意说：“我们以后来揪一些团队来做创业。”所以我都看到了，透过了这样子的机制，学习性的打工。而能够把他们的能力聚集起来，而且勇敢的面向一个非常璀璨的未来。学校透过多元的辅助机制，唔但让经济弱势学生会使专心啊读册，也鼓励学生囡仔伫咧读册期间加考一寡专业技术的证照，增加做工课的经验，替未来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看到静宜大学内底这间咖啡厅，国情就想着讲，咖啡厅这句话，永早台湾人毋知安怎样讲。你会记得讲，较早解文说字，国情捌提起讲，咱即摆咧写同意书。清朝时代同意书这三字无讲呢，清朝时代的人，因讲来写甘愿字，就是讲心甘情愿。照这张字幕，我甲你约束好势。所以古早的台湾话，甲即马讲法有当着啊无相共。啊，咖啡厅以早日本时代安怎样讲？国情招你来回想一下。较早有一条真好听的老歌，周天王老师作词的，讲又过一日，甲伊行入一间小茶房，双人对坐，满面春风，咖啡味清芳。这条歌黄飞飞嘛捌录过呢。对啦，歌名就是叫做《满面春风》。两个人行入一间音乐的小茶房，气氛真好。原来双人对坐，咖啡的味清芳。日本时代台湾人讲咖啡厅，就是讲做茶房。啊，这句话对倒位来？在国情的理解，真有可能就是对日本话喫茶店遮来，因为喫茶店就是日本人咧讲咖啡厅。迄个时阵，日本将真济先进，这个社会上界事件。上界车辆流行的产物，拢对东京引进来到台北，所以台北原来开几落间茶房。咱228事件就是发生伫咧天马茶房的门骹口。啊，天马茶房这个头家詹天马先生，就是写台湾歌谣第头一条迄度的桃花吸血记这条歌的作词家。讲到茶房，对喫茶店来，国情原来要提醒一下，实在茶房这两字，那伊。中文、华语的讲法是有别款解说，就是讲公共场所，也是讲这茶馆内底咧共添茶的小师啊。华语才讲做茶房，毋过台湾话的茶房，原来就是对日本的汉字来，对喫茶店扣来，讲做咖啡厅。日本时代人就讲茶房，啊，讲到遮国情想到另外一个咧，同款汉字，毋是讲看到汉字就想对中国的古文去，歌谣这两字嘛同款。那以古早的古文，2000年前周朝时代歌谣，就是讲民间采录的、民间去扣的迄个念歌四句联才有做歌谣。毋过台湾有真侪遮个歌谣的前辈，柯少啦、吴振怀啦，因去日本学音乐转来，因嘛讲，阮所写的是台湾歌谣，包含讲三声无赖这条歌的作词家黄国良先生，伊嘛讲，伊写一本册叫做《台湾歌谣101》。啊，源头对倒位来？正就是因为日本人咧称呼家己的流行歌，嘛是叫做歌谣曲、歌谣曲库，
所以歌谣这个元素嘛，唔通干那看着汉字，就想着中国的国文，因为啊，日本人伊嘛咧用汉字呢。台湾有真侪汉字的讲法，拢对日本捡过来呢。啊，讲来到遮，共款古早咖啡厅讲有做茶房，国情原来要过来讲一个古早味的咖啡厅，讲有做茶房。啊，以早即摆便利商店，较早讲有做啥？对啦，讲有做柑仔店。婚林土库中正路的风川行是街仔顶，已经是70栋的咖啡厅，无咯是柑仔店才对啦。头家赵英忠已经顾店顾70年啊，啊，即马佫真有古早柑仔店的气味。就连伊即个看板嘛是原汁原味的，规间店好亲像经过历史翻头去看，是台湾近代生活种种的影子拢藏伫内底。每间早市7点外，高龄86岁赵龙张海英太太都无因开店整理10岁，咱客陆续上门，不管是斤两、称番薯粉，还是买豆签等等。只要来到牛林土库街仔上的这间芳春行柑仔店，都有真侪杂货和生活用品都买得到。一般的商店的话，就没有样样都俱全，像这种比较古式的那个柑仔店，就你要的东西、叫得出的东西都能买到。头家也真亲切、真漂亮。安尼，阮做囡仔的时阵就是讲柑仔店，无像讲即马讲有超市有个啊。真侪中华老顾客表示，已经习惯来这买杂货有30多年的时间。但柑仔店的头家赵龙章表示，因为高中毕业后就在这开始顾店，算算将近70年。但过去生意真好，每天无因清差。虽然现在已经被真侪店仔取代，但现在因将开店当作运动，互因侪少有收入来过生活。装下店啊，就收起来，啊收起来少年的吼，拢走去都市发展，啊伫装下的拢是老伙仔，啊所以老伙仔消费就较少啦。一寡老伙啊，袂爱用赖打，啊，买等于咧点香啦。头家娘手摕着黄阿花就讲，真侪老一辈的老人无习惯用赖打，嘛是改用黄阿花来点香，嘛是因为安尼，互因翁仔某决定继续开店落去。虽然每工为下早7点固定到暗时7点，但平时会当看到老朋友来买物件，阁会当网开讲联络感情，互这间老柑仔店充满真温馨的人情味。记者为您报道。中秋才拄过，相信讲咱这观众朋友加减拢有去食着文旦油。民间传说讲嘉庆太子就是因为食着文旦，才来游台湾。当然这是故事，嘉庆君无影捌来台湾。啊，毋过也因为安尼，所以麻豆的文旦有一个片名叫做皇帝油。过来，咱要招观众朋友来看麻豆文旦农民安怎样种植辛苦的过程。规片看过去，青景艳的油仔园，墙仔顶的油仔拢已经熟啊，外皮又搁光又搁油，色泽和形体拢真招文，甲刻起来也搁真有重量。这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台南麻豆出产的油仔，要种出这种水搁好的油仔，就拢要靠农民用心甲照顾。我绝对每工拢早暗一定会去油仔园去遐巡视，哦，讲下系讲去甲伊。换了一个感情的，当然伊会得到，伊会感受到，伊会来回馈予咱。因为我这园区哦，拢用草生栽培，草生栽培油仔吼，比较栽起油仔较好食，啊，土壤较袂流失。差不多你若要用心咧甲顾，就食就好食咧。相传麻豆出产的油仔，要进贡予清帝者。麻豆文旦的地位为古早就坐甲温达达，因为麻豆属于古河道的地形，土内面有真侪壳类，也有蚵仔壳等等矿物质甲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种出来的油仔特别清甜。30年以上的老长种出来的油仔，甜度差不多12度，品质会使讲是1等1。在台南这边，我们有特殊的气候条件，跟它的这一些土壤环境，所以第一个比较早熟，啊，因为我们是夏天啊，就8月下旬采收的，然后经过了一段的这个洗坠，就池水，那然后它的果皮稍微皱一下，果肉稍微柔软一下，那消费起来的话，啊，品质会更能够表现出它好的这个风味。油仔除了会使直接食，佫会使用来做成无同款的产品，互大出的油仔有佫较侪发挥的空间。油仔花开的时候，阮甚至甲花规个气做起来，然后花吼来甲伊提炼做精油，来甲伊做伫阮的清洁用品内底，包括洗发精、沐浴乳、洗手乳、冷洗精那一块，我们通通都有做这样的加工。
乡亲邻居若是有来麻豆，也会使参加油画花卉的活动，哪班油画，哪片油画芳。记者综合报道。麻豆看完，咱来看关庙。关庙遮一间中央戏院，建设已经有超过50栋，嘛已经20栋无咧营业哦。毋过戏院内底放映机、胡鲁姆，阁有遮茶椅拢阁留掉咧。地方道团体望讲，甲保存咧，未来改建做艺术文化展览表演的空间。你只要小可整理互复原，安尼毋是比较讲规个拆掉较好。毋过目前因为产权的问题，庙有去当着破建咧。戏院的外表看起来亲像无人在整理，但是行入去戏院内底，同款会当看到茶椅舞台、加风影机这寡旧物件。关庙中央戏院是1966年成立的，原本是天路的放映场所，但是后尾原本的地点改起大楼，除了规划室内空间，嘛结合商场，要互更较侪人想要来。不过时代进步，老戏院落车，戏院嘛伫30年前关门啊。在地人若是想到老戏院，同款嘛是真怀念。好个，阮囡仔就是带队，前囡仔就是规团出来才看，我回忆足棒的，足侪人。我想阮这嘛拢50档的感情伫遐。戏院放远遐侪年，实在是真拍算。在地青年开始有修复的想法，发起人柯志伟讲，伊先申请青年出路文化行动计划，趁中央戏院改建高达拄好50年的时阵，伫戏院外口放关庙的电影片，嘛会放经典的欧北电影，邀请乡亲做伙来回忆一般人古早味的古乐。今年的计划就是想说收集一些老照片，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基础的提早访问。好，那可以在中央戏院创立建立的50周年的这个时候，帮大家做一点回忆的美丽时刻，这样。用活动甲乡亲的记忆拢找回来，搁一步一步，互大家加入修复老戏院的活动。这个想法虽然真好，但是现实却毋是安尼。关庙区公所调查，包括土地甲建筑物等等，有产权的超过30个人，要得到所有的人的共识，恐惊是真困难。伊的产权拢总有30几个人，地上有空，地下的所有权又搁无共人，所以产权很复杂。我嘛尽量来努力。对这件代志，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因真欢喜看到在地青年主动站出来调查建物的历史，因嘛支持老戏院会当规划做艺文展演空间。不过目前因为私人的产权问题，若是未来会当处理好清楚，文化局嘛协助公所支持在地团体，互老戏院更较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美国的联邦准备理事会，就是等于讲英国内中央银行，当宣布讲银行利率落。毋过落一码，就是0.25%那尔。美国的总统川普就伫咧网络批评讲，落遮少，都无咧无胆量，佮无眼光顾。美国的股票市场盘中嘛，因为这条消息跌袂少，加在收盘的时是有个扭翻头，指数有起淡薄啊。美国联准会第10月宣布降息0.25个百分点，这是个半月以来第2摆调降基准利率。联准会主席鲍尔指出，面对目前环境做决定真困难，嘛新任官员对这意见无同，毋过反映无同观点。Today we decided to lower interest rates. As I will explain shortly, we took this step to help keep the U.S. economy strong in the face of some notable developments and to provide insurance against ongoing risks. The U.S. economy has continued to perform well. We are into the 11th year of this economic expansion, and the baseline outlook remains favorable. The economy grew at a 2.5% pa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美国总统川普虽推文批评联准会甲主席鲍尔，佮讲降息无胆、无智慧，嘛无眼光。美国股市对联准会降息感觉失望，道琼工指数不破210点，按过落尾道琼甲标准斯坦普500指数拢变小看起。We see it as had potentially less than a 50% chance of another rate cut, but either in December or in the beginning of next year, and then take another pause as we have a upcoming election, and the Fed doesn't want to be seen to responding to particular folks in Washington, D.C. 联准会主席鲍尔嘛表示，官员还是看好美国经济，一个暗示，若是美国经济变歹，联准会可能会个降息。记者综合报道。下晡2点的时，台湾东边的海面，今年第17号的风台塔巴已经结起来。
按算未来会行对乌克兰话迄边面去，对台湾是较无直接的影响。等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啥款，咱赶紧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北部26度到30度，中部28度到33度，南部28度到33度，东部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